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拓啊。观众朋友敢捌想过，世界上国家在交配、做生意、做代志是有一个规矩？咱讲美国是国际上的警察，伊的底底实际上是美国有要义二次大战再来起造的规矩，甘愿伫经济上闹人，伫军事上出兵来维持迄个规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一阵啊，搁再一摆讲到迄个规矩，演讲内底，美国显然讲到即马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注目伫改换迄个规矩，迄就是中国。布林肯阁显然讲，中国要用经济、外交、军事来改变二次大战再来的国际规矩，家己做头人。因要出口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互搁较侪国家听叹中国。布林肯讲，美国袂放放，要甲中国激烈来竞争。果然，中国外交部虽用4万字来话堵美国，美中对敌的国际势面，但已经证实。咱今仔日就做伙来讨论。小解现场来宾邀请北医大通识教育中心张国成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蔡明峰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副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好，咱今日讲3个主题，头一项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伊的演讲内底讲，美国对中国的作为吼，干那是要求中国遵守国际上大家做代志的规则，总是中国外交部随来甲话堵，因谴责美国是咧乌空一中原则吼。过来，咱来看美国要通过。两党的创新法案，这个法案会审查美国国内的企业对中国的投资，结果可能会互美国甲中国的经济来隔断。对中国来讲，因的半导体甲晶片可能会断货吼。过来，因为国际局势的关系，美国国内的经济无介好，总是即马拜登总统的援困计划，互人批评讲地书通货量升。即马美国联准会升息3码来降物价。当这时，美国国内嘛渐渐在调整川总统任内的经济政策。美国财政部长讲，对中国的关税无一个战略的意义，可能会渐渐来调整。这个问题，咱今日要来讨论。大先来看报道，看中国安怎呛堵美国。卡达世界杯骹球赛主测平台，定义将台湾列为中国一部分的国际选项，引起争议。经过咱国反映了后，更正回台湾。外交部昨日则表达肯定，也毋过即马传出卡达方面，阁将台湾选项改做中华台北。中方赞赏卡塔尔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根据国际体育赛事的一贯做法处理相关事宜。咱国外交部对此还未回应，也毋过最近中美关系紧张，中国外交部19发布4万字的长文章，列出21点美国对华认知中的错误，佮逐条回应属实真相。尤其中国外交部指控美国纠抗一个中国原则，想要以台制华。尤其中国弹出台海毋是国际水域基地。根据皮普社引用知情人士的报道，美国拜登政府对此感觉烦恼，传出拜登拒绝接受这个无清楚的主张，国安团队也正分析中国讲法，了解背后想法。中共长文集合既有的谬论，批判美国等国家抹黑民主、矮化台湾等内外宣说辞，了无新意，凸显北京当局未能反思国际社会对其强势扩张的疑虑。就当美国军舰来说，他可能用铁壳船去撞美国的军舰，也可能用解放军的军舰去驱赶美国的军舰，所以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双方面，我不觉得就是说会立刻发生这种开火的状况，而是说双方面可能会把这东西拿到外交上去彼此抗议。也毋过美中相关冲突、台湾局势甲台海安全也互放大检视，学者分析。短期内，台海虽然紧张，也毋过演变成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无大。另外，美国跨党派提出的两党创新法案，将管制美国企业对中投资，内容估计达到43%的投资案，将做着审查。法案将送到拜登签字生效。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中国外交部的言论吼，这足精彩吼，用网络上的话语来讲吼，都是唔通干那我一个人看到，我需要来甲恁讲。咱先来看台湾的问题，中国讲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上
公认的规则吼，这无影。过来，因批评美国反背美国甲中国所签的公报吼。另外台湾的政府是咧推塞台独，美国国家伊来支持吼。讲美国笑想以台来制华是威胁台海稳定的因素。过来讲到新疆的问题，咱讲新疆实在是东突厥斯坦啦。伊讲遐的种族灭绝的问题是一个讲白惨吼。中国面对的毋是人权问题，是反恐怖主义的问题，反分裂的问题。搁再来讲到香港吼，完全。因感觉是中国的内政，而且中国伫香港这个一国两制吼，港人治港的成就受到世界上的侮辱哦，这实在是足敢讲吼。张教授，咱看中国这张图面顶吼，遮拢是因感觉是内政的问题。中国在讨论内政的时阵，实在是足够讲，不过因所讲的，甲世界上国家的认知拄好拢倒并。是。这个中国哦，这边出一个文章吼，主要是认为吼，美国伫足侪方面拢有错误，吼，所以咧，伊是正确，所以爱来反对美国嘅错误，主张中国认为嘅正确，所以4万字吼，讲美国这个嘛唔对，迄个嘛唔对。当然啦，对咱台湾来讲吼，上关心的也是甲台湾有关的部分啦。是，这中国讲吼，美国哦，即马就是破坏这个台海的安全甲和平。哦，这足奇怪的！哦，明明大家看到台海的和平甲安全，逐工派飞行机来射，吼派船来咬，这个拢是中国嘛，毋是美国。但是吼中国讲这是美国是破坏这个台湾的安全甲和平。讲实在，这嘛是足可笑的。但是咧，伊强调一个重点就是美国吼，想要以台制华，代表讲台甲华嘛是无共的物件啦。哦，对，所以吼，伊嘛承认吼，至少伫即马来讲，台甲华吼，伊个华就是伊讲伊家己吼，毋是共款，毋是一体的。所以这伊嘛认知吼，美国、台湾吼，基本上是一边的，中国是另外一边的。哦，所以伊在讲即种话嘛。哦，所以伊无讲美国吼伫即方面甲中国合作，反为是认为美国吼利用台湾来控制、来影响中国。哦，这讲实在吼，这代表讲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吼，对中国已经看到，而且中国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吼，对伊来讲就威胁，就代表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有效的啦，就有效的啦。吼，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呢，美国甲中国即马是毋是就要变做战争吼？我个人认为也无遐尔紧，但是咧。中国即马吼面对伊即马国际上这个形势，吼伊感觉讲国际上可能较关心的是欧洲、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然后咧伊会当伫中间吼，不管是罗西亚经验，还是伫罗西亚甲美国之间吼，这个看倒一边较强，吼伊就倒一边。这反正来讲，伊感觉即马国际形势吼，对伊来讲是较有利。所以咧，伊即马讲话做大声，是哦，这对于咱台湾来讲吼，要注意到吼，伊即种骄傲的这种非常封神的这种的这个态度吼，是毋是吼未来吼，伊会看袂起美国，吼，伊感觉讲美国、日本这个讲无需要吓惊，吼，这是对咱台湾吼上大的威胁，因为咧，罗西亚这边去敲乌克兰吼，伊本来嘛是。认为讲乌克兰可能嘛2-3天就投降，吼，这个西方国家美国无可能去帮助这个乌克兰，结果咧，吼，伊咧判断伊咧国际是错误的，所以咧拍几下个话，所以咧咱就爱感觉讲吼，咱台湾嘛好，美国嘛好，当然咱会当希望的是咱台湾的政府甲社会吼，卖互中国错误的希望，吼错误的这个 message， 吼就是互中国感觉讲。台湾是一个吼内部无团结，吼会足侪人吼想要甲中国合作，但是台湾互中国这种印象吼，我想对台湾来讲吼，比中国什么武器吼、什么飞行机吼，拢较来较危险。哦，毛教授，有一个问题吼，我毋知影敢是我家己脑补啦。
总是侪人讲，林肯即摆的演讲讲到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吼，甲较早无啥变化。总是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这几个月来讲到台海的和平甲稳定，伊永远拢先讲台湾关系法，再个讲美中三公报。再个讲美国对台湾的6项保证，都是甲美中三公报放伫美国甲中国甲台湾的关系的中，这款的改变，敢有代表啥物特殊的意义？是，我想吼，伫这几个月内底吼，咱拢看到美国足清楚甲全世界讲，就是美国甲台湾的这个关系提升吼，是伫台湾关系法的这个保障之下。但是吼，咱嘛看到，对美国来讲，伊嘛是要甲全世界讲一件代志，就是伊现在有即个，像我主持人所讲的，伊会甲这三公报吼，甲放伫中，但是对台湾关系法啊，甲6项保证吼，前甲后甲拄咧，其实伊想要甲全世界讲的是讲，美国甲台湾的关系提升，其实甲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吼。迄款好还是歹，其实是无关系，因为过去全世界拢在看，美国甲台湾的这个关系了后，去影响到伊家己甲中国的关系无。所以咱看到讲布林肯做这个表态、做这个动作吼，其实咱嘛看到是讲，其实伊嘛是想要保护台湾，因为咱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内底，看到中共啊，这里拗完吼，伫处理台湾的代志的时阵，拢无甲台湾这参详。在讲这代志的时阵，其实咱嘛看到讲，全世界拢足同情台湾，但是要甲台湾做了更较好，其实咱嘛看到这个时阵吼，美国态度足清楚的，吼，伊的布局嘛布了足清楚的时阵，咱就看到等到转来吼，咱去看就讲，其实对美国的态度遮尔清楚的情形之下，中国即摆无头无尾吼，雄雄放出这个文章顶头讲啥物？中国委屈啊！中国受着冤枉啊！啊，无头无尾，怎讲这出来的时阵，其实大家拢在看中国到底要创啥。其实，我家己是咧看吼，其实伫这段时间内底，全世界吼拢在甲中国讲啥，台湾的问题、香港的问题、新疆棉的问题，也搁有伫乌克兰战争的时阵，你到底要徛伫对一边？啊，伊不断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阵，伊就感觉足烦的。啊，干脆吼，我一概吼，甲所有的问题吼，甲你一概讲好清楚。啊，但是有讲好清楚无？其实甲我国成老师嘛有讲到，其实伊根本无讲清楚，伊拢感觉伊是对的，伊的答案就是安尼。啊，但是咱即摆嘛看到，即摆较烦恼的是讲，伊的态度已经出来。我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就是安尼。你莫过来问我，你搁问我嘛是这个答案尔。啊，所以咱等到等来讲的时阵，习近平吼，伊的这个小圈子的一款决策内底，是不是出现什么变化？其实我看到是有2个变化。头一个变化就是6月15号，习近平甲普丁通电话。所以简单讲，中国要甲过去这段时间吼，为川普时代到拜登这个时代内底，不管是你甲讲经济问题、民主的问题、台湾的问题、香港的问题。已经回答甲无想要搁回答啊！伊想要掠回伊原本的主导权。啥物叫主导权？过去内底大家批评讲，你伫乌克兰战争的时阵，你的态度吼，丢度，你到底徛对一边？伊即摆足清楚甲你讲，我即摆就是甲普丁徛做伙。这是头一步做的工作。第2步就是发这个长文。啊，但是发这个长文到底有回答啥物物件无？这是外界较烦恼的。后壁伊第3步要创啥？啊，第3步要创啥时阵，咱会当收到刷来，伊可能会甲拜登会通电话，伊无想要搁甲拜登搁继续讲这个问题啊。啊，是毋是咱讲一款别项咧？是，咱所以咱看到讲，像咱伊这个时阵发这个长文出来吼，其实伊无想要搁伫这议题顶头甲全世界高甜啊。是。观众朋友，咱即摆继续来看吼，中国是安怎伫国际事务面顶来批评美国？大声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伊讲中国的立场吼，甲世界各国大多数的国家拢同款，是一个公正的立场。总是伊翻头佫讲，美国用这个冷战的思维，甲强权的政治，才是致使乌克兰危机的这个罪人吼，应该爱为着乌克兰危机来负责。这甲世界上侪国家的立场
完全就无共款啦哦。过来讲到全球的经济方面吼，因讲美国用家己金融的霸权、甲技术的这款的优势吼，来打压中国。譬如讲打压TikTok甲微信在内遮的中国的社交的软体吼，这伊是批评美国的做法。过来讲到民主哦，这都真重要啊。讲到民主制度吼，因讲美国的民主是一个好野人在管理，而且是精英在统治，而且足混乱的若是中国咧，中国家己吼是实现着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吼，有制度。有定时，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吼，因这款的成果得到世界上侪国家的学老蔡教授，咱若是甲中国的讲法，甲布林肯的讲法对比评来看吼，布林肯伫伊的演讲内底讲到一句足重要的话，就是美国即摆的政策袂因为要经济合作，就来妥协遮的人道人权。的问题，尤其是伫经济上吼，总是咱看到伫经济上，中国阁安尼批评美国的经济制度，这咱若是来安尼来看，中国甲美国即个竞争的势面，敢是足明显啦。我感觉拄则你讲到即个布林肯即个谈话吼。就是讲起来，你若要讲爱互咱即个经济的自由市场会当好好来运作，当然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有一个互全世界人民拢有信心的法律的制度，这是上基本的啦。是。你要有这个法律制度的即个保障，你才有法度互经济会当去运作。是。举一个足简单的例，就是讲，咱各位观众朋友会当想看觅，今仔日若你去辛辛苦苦你趁钱去买落来一间厝。这间厝算讲你家己的财产，啥那是你家己的财产，迄是因为你是民主国家。你若伫共产国家，政府要甲你收转去，就随时会当甲你收转去。伊无管讲这敢是你的物件。咱会当看到伫去年上新的例，就是讲过去中国有一寡即个网络公司，比如讲像即个即个这所有的因中国话这滴滴打车。因这中国的政府，伊要甲你的即个讲你的公司有问题，伊就随会当互你无法度上市，伊就会当去威胁着你公司整个即个经营，甚至因原来的创办人做即个马云，伊就爱摕落来。所以咱会当看到就是讲，你若要维持一个好的经济的运作，自由经济，你当然要有一个好的法律的保障。法律的保障，你当然就要透过民主。透过全民，大家拢有信心来共同会当参与这个民主，这个法律制度较有法度继续来这个运作吼。是。咱讲到这个中国，感觉讲美国用伊的金融的霸权去对人这个威胁吼，其实我感觉这是拍人或救人啦吼。咱会当看到就是讲咱伫顶礼拜咱的节目当中，咱嘛有讨论过，比如讲最近中国对咱的石斑鱼，对咱去年的这个往来。往来涉客，侪咱台湾过去，即个出口到中国即个农产品也好，渔产品也好，伊会当用足侪即个毋是足科学的方式，就禁止你的物件来出口。当然，伊即个做法毋是干那针对咱台湾尔，伊嘛针对着澳洲，咱即个龙虾，咱即个红酒，针对着即个立陶宛即个甘蔗酒，即个物件，这拢是伊用经济方式来压迫。这个，互伊看起来感觉讲那规模，还是经济发展比伊较细，还是比伊未来性较少的国家，会有足侪这经济压迫的这个做法。所以你要讲用经济压迫的话，那今仔日讲用经济压迫的手段，我感觉中国是做比其他的国家加足侪。是，咱嘛会当讲，敢若中国用这个方式去做。最近你要讲用经济手段来压迫的，就是讲像这个Russia， 这个俄罗斯，伊就是用这个伊家己的石油、家己的天然气，讲压迫这最有需求的国家，敢若会当甲伊买这个国家，伊伫第一站的这个时间无法度去找到这个第二个这个来源的这个国家，伊就变因讲你得用我的这个钱来甲你买。
所以你若要讲即个用即个金融的霸权也好，啊技术的优势也好，来欺负人的，其实中国是上明显的啦吼。啊，你讲你用这美国伊有即个金融的霸权，啥啦伊有金融的霸权？因为伊伫长久以来，伊就是用一个开放的方式，啊吸引真济世界各国即上好的人才，吼会当去即个美国，啊会当去美国，会当互伊去读册。甚至足侪中国人嘛是想要去美国读册，读了以后，伊介意着迄个环境，伊就想要留踮遐。啊，所以伊会当吸引着，不管是科技也好，还是咱看到这运动，这球员拍野球的，还是拍篮球的、踢骹球的，大家若有足好的即个上强的人，大家拢会往美国去集中。所以美国用着伊即个技术的优势，会当来支持伊的美金。会互人大家认同，因为我今仔摕到美金，我唔惊美国政府，我摕美金去美国的时阵，伊无爱甲伊的物件卖互我。也就是讲，我摕这美金是有路用的啦。啊，今仔我若摕人民票咧，我若摕美国，讲我要用人民票买，可能无人要插我。特别是这个时阵，比如讲，你今仔人若我欠你1000万的台票，我讲我真都无1000万的台票，无我用这个人民票这操作吼。来行你好无？你凡是讲无爱。啊，今仔我若摕美金互你，你会讲好，是安怎？因为你认同迄个国家，你感觉即个国家伊是会当信任的，伊是袂甲你骗的。所以我感觉这是长久以来即个中国参美国真大的即个差别啦。所以你要讲用伊是金融的霸权，无毋对，这是一种霸权，但是伊要维持的霸权，伊毋是去人用抢的，毋是去人用偷的，伊是用伊家己。目前，这个市场会当去尽量去吸引上好的人才来做这个研发，会当互伊技术会当愈来愈好。啊，当然，伫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伊对着真济国家，大家嘛是无一定讲真认同啦，吼。但是你无认同，咱会当想到过去有这个另外一个这个钞票，就是欧洲的这个欧元，伊当初是整合了后。本来想要出来的时阵，啊，大家会当期待讲，伊是毋是未来吼会超越着即个美金？但是尾啊，咱看到嘛讲，抑个无法度，因为欧洲整个伊每一个国家，伊即个发展的差别是真大的。咱会当看到南欧参北欧这两顶悬和下骹的国家，两边的经济发展都差足济，所以你要讲互因的即个发行的即个。钞票会当互咱人民会当全世界当接受，其实也够有一段距离咧。是，杨教授，咱讲倒转来美国甲中国的争吵吼，咱知影美国即摆过来要期中选举啊，美国总统拜登嘛需要安排要甲中国的习近平来见面，即摆要咧敲时间，总是即个准备的期间，两国应该是渐渐找到有共识的。方式吼，即马咱所看到讲，两国拄好咧显明讲因无共识，这对美国总统拜登甲习近平见面有啥物影响？无共识吼，嘛无影响伊的对谈啦。这是美国外交基本上的一个惯势，就是无共识吼，嘛爱了解你伫想啥，了解你是毋是会改变现状，了解你是毋是会继续个即个你的政策。这无一定代表我爱同意你的话，但是了解这个谈判吼，这是对美国来讲是足普通的代志，所以咱无需要认为吼，这个美国总统甲中国的这个主席见面讲话吼，即嘛是电话还未见面咯，不过这个差不多意思，就是代表讲美国甲中国一定会达到什么共识。还是讲美国一定同意中国什么看法，还是中国一定爱伫什么方面让步，这拢是无一定。所以咱对于这个美国甲中国吼有什么接触，还是什么这个对话，我是有对咱台湾来讲吼，拢去了解、去关心，但是无需要过度的、过分的，这个受过紧张。我想这对咱台湾来讲吼是非常重要，因为伫咱台湾吼。足侪人吼，看到美国甲中国有接触、有谈判吼，一方面就感觉讲中国赢了，美国爱惊伊啊，所以爱甲伊即个陪实力啊，还是爱希望伊咧了解，这感觉就是中国强、中国弱、美国弱，
其实咧，伫国际外交无一定是安尼。是。而且咧，即摆中国甲美国关系发展到即摆美国已经感觉中国亲像头拄啊吴教授甲蔡教授讲的，中国第一是阿爸，第二咧是无即个无道理。足侪代志啥物美国嘅民主无好啦，即个拢是好野人做总统做议员。但是咧，中国家己嘛，常常掠着迄个足侪官员即个财产过下10亿、8亿人民票，即中国家己嘛有宣布。这到底是倒一国较好？假使是中国较好，美国较歹，为什么咱拢调讲有中国人杀甲美国去大？真少调讲，即个美国人杀甲中国去大。这是足明显的事实嘛。是。即个习近平的查某囡仔嘛是送到美国去读册嘛，足侪即个中国的即个重要的官员的囡仔嘛是送到美国去读册，甚至咧即个移民到美国，这是个人的自由，咱无需要去挑战。但是咧，全世界你去问啦，你去问即个罗西亚人伊政治上可能无支持美国，但是咧，罗西亚人讲美国甲中国，伊爱选倒一国较好。倒一个爱去移民当然嘛是美国嘛，全世界人拢是安尼，所以中国讲即种话主要是讲互伊家己听，表示讲，咱中国不管讲啊有理无理即马已经甲美国徛喺一个共款的地位，美国讲一句，我嘛会当讲一句，毋是讲以前亲像美国一个老师，全世界拢学生听美国讲，即马至少咱中国嘛有即种资格甲美国即个呛度，美国讲一句，咱嘛讲一句。是。即个真正内容我想除非是学者啦，啊是专门的即个政府机关中国4万字，倒一个人会当尾头到尾看有了。我看习近平家己可能无看有了。是。你重点只是代表讲我有足道理，所以我一讲反对美国，我都有4万字，非常有根据。非常有内容。其实重点足侪我认真看，我嘛无完全看了啦，我差不多看差不多一半其实伊内部足侪是无一致的，就是内部家己家己讲的甲后壁讲的会受拍。这是足正常的，亲像我头拄讲的即个以台制华。是。假使伊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伊就无应该安尼讲。是。即种物件语言会当出来。大甲华，放啊，即个共款的地位，共款这是奇怪。中国家己台独，所以中国家己伊嘛知影讲，因为实在是受长啊啦，4万字伊内部真正认真尾头到尾看了的人，我看无济。是。你就是代表讲中国即马已经有实力，所以咧美国讲一句，我嘛会当回一句，即种意思。但是重点美国嘛感觉讲中国除了伊即马是愈来愈阿爸以外伊咧科技、经济实力嘛咧增加，所以咧美国即马通过新的法案就是无继续互中国用美国嘅力量去发展，所以咧即个美国嘅投资即马爱审查。是。教授，请稍等，我甲观众朋友解说一个法案即马美国要通过即个两党的创新法案，这实际上是2个法案的结合，是参议院参议院2021年美国创新甲竞争法案，甲众议院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这2个通过了后，事实上伊的效果是啥？伊会增加美国伫科技方面的投资压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根据这法案，需要成立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叫做国家关键能力的委员会这是一个跨部会的委员会，伊会审查美国对海外的投资这个审查会可能会有43%的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受到审查，什么款的产业咧？包括着晶片人工的智慧、能源、电子通信、国防这的产业拢会受到审查。若是审查了后，这个委员会会当建议美国总统暂停还是禁止投资咱这个法案通过了，可能会互
美国甲中国的经济吼有一个真大的隔断。蔡教授，这个法案实际上吼，都是看起来美国是甲中国伫经济上当做伊的对敌。啊，若是美国企业去中国投资，有可能会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啊，因对这个对敌的国家，竟然会当严硬到去审查美国企业去迄个国家的投资。这款的做法，实际上的意义，蔡教授敢会当搁较有路解说一下？我感觉伊这两个法案两个这个参议院、参众议两个提出来法案即马叫做两党的这个创新的法案吼。安尼做其实这是非常正确的啦吼。是。因为事实上，你若家己的国家，今仔日吼，咱台湾常常咧讲，咱台湾家己的厂商，咱走去中国投资以后，你若今仔日吼中国的厂商生产出来的产品，因慢慢去学咱的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摕这个产品，佮来对付咱台湾，安尼咱各位观众朋友敢有法度接受？绝对是无法度接受的。是。所以相共的意思，今仔日若因为美国的足侪高科技的这个企业走去中国投资了后，即马中国人若不管伊是用偷的，还是用学的，慢慢来把这个技术拢学起来以后，伊会当生产出参美国差不多的这个产品，虽然价小较歹一寡。但是伊就有法度，互美国的厂商，伊的利润就降低啊。伊就会互美国的产业会当创造就业就降低啊。所以这是即马真侪美国人真烦恼的一件代志。所以这就是安怎讲？因为咱过去吼，咱会看足侪国家吼，你若慢慢变大以后吼，咱就会慢慢照国际规矩。事实上，过去咱台湾嘛有足侪人咧印册。但是随着咱这个台湾的经济愈来愈好，咱国家对着这智慧财产权的重视的程度嘛愈来愈严。是。所以大家即马嘛较袂去黑白偷印物件，吼所以总是伫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你对本来这个国家较无钱变了较有钱以外，变了较有钱以外，你就有钱啊嘛，你就应该爱好好摕你的钱出来买你需要的物件，毋是甲继续用偷的。但是中国政府毋是安尼。中国共产党伊已经变大，伊要甲互伊甲愈大，伊就是要甲规个全世界即个会当有利润的物件，规个拢掌握伫伊的手头。这是即马像怎讲美国啦、欧洲啊，足侪国家、澳洲这个国家，大家拢会对中国的足紧张的原因。是因为你有钱啊，你甲无爱去好好参人斗阵，你有钱你要愈有钱。是，好。所以这毋是一个正常的民主的国家，大家咧发展的过程之中，大家拄着所以因为大家无想到讲会安尼，即马开始大家拢紧张出来，美国开始来推这个新的法案，对着未来要这个中国这个投资的这个厂商，因会有较严格的这个审查办法。所以我感觉美国即马对这个物件开始重视，这是非常重要。你讲这个物件。伊有啥物效果？我感觉对着咱，比如讲咱台湾政府来讲，咱嘛家己爱看着讲美国伊是咧算真的。伊真正对着讲要去即个中国的即个投资，因家己的厂商有遮尔严格审查的方式。咱台湾莫讲家己想一个新的，咱着对人做，人安怎审查，咱阮安尼严格去对美国做，对美国去做即个严格审查嘛。人感觉即个因即个技术会去互中国人而已。想到咱袂烦恼，咱的技术无比美国较好，咱要互中国人学伊的纪律比美国加足悬的。美国用遮尔严格的标准，咱先采用新的严格标准嘛。咱安尼做，咱的政府哪有法度安尼做？逼咱的厂商安尼做，咱较有法度去甲美国人讲，咱是会当信任的一个贸易的。即个合作的对象，无你若啥物拢无爱做，今仔日若去人讲哦，我会当互你信任一，要信任啥货，你完全毋知影。所以我感觉讲对着咱台湾政府来讲，咱看到美国开始咧塞即种的法案，未来伊若对着中国是安尼做法，上基本的，咱台湾一定爱参美国爱友合病。小共有即个严格审查办法，较有法度证明到咱台湾政府，还是讲咱台湾的厂商有能力会当做美国会当挖靠的即个贸易的即个合作的对象。
是，蔡教授，我加问一个问题吼，我若是徛伫反对者的立场，我可能会讲，人类吼20世纪以来，拢有一个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的这个概念吼，都是互这个货物甲商品流通哦，限制愈少是愈好，愈少会赚愈侪钱吼。总是咱即马看到美国在做的，台湾建议讲嘛对咧做的，事实上是互这个商品的流通的限制来增加，这要安怎解说？这我感觉这是长久以来真侪感觉自由贸易是好的人吼，会对自由贸易的一种误解。啥会是误解？因为咱会讲的自由的贸易。就是讲，咱会当有自由言论的国家，咱的自由啥？自由是咱有受到保障的，自由毋是咱去用压迫的。今仔日咱参中国咧贸易的时阵，是因为是咱若咧参与贸易的时阵，伊是会当伫后壁一直咧补贴伊的厂商，互伊的厂商愈来愈大。伊是对源头就开始咧即个补贴伊的厂商，所以对着真侪美国人来讲，本来我伫生产者较开始补贴，伊是伫上早期的研发就开始咧补贴，开始咧偷你的技术，这敢是一种自由的贸易，毋是？吼，就是讲今仔日咱大家比如讲大家若爱看即个像即个日本的即个相扑，吼，还是讲咱看到伫擂台顶悬大家咧即个竞争，吼，咱看到伫球场顶悬大家咧即个竞争，即个球员咧竞争，今仔日裁判无公平。你敢会当讲，伫球场顶悬，大家两方面是公平咧竞争的？无法度嘛。是。即个裁判就哪像伫咱即个自由贸易内底，咱看到的政府。咱虽然看到讲即两个厂商哪像伫市场咧竞争，但是若某一个厂商伊背后的国家，伊会去用即个偷来的方式去即个补贴伊的厂商。是。甚至就是讲，咱讲一个上坦白来讲，我即个欧洲的厂商，大家都足重视环保的。中国的厂商拢无爱重视环保，咱知影欧洲是非常重视环保的国家嘛，甚至会去对你即个环保即个排出来即个歹物会去对你去重税。中国伊就是无爱管啊，这就是一种咱看袂到的补贴，但是伊是一种事实上会去影响到你伫国际市场顶悬，吼，你的成本就会去影响到你即个出口的竞争力。所以主持人拄则讲到无毋对，就是讲咱大家拢支持这个自由的贸易，但是咱自由的贸易的这个前提吼，就是讲咱要有公平的贸易的环境。公平的贸易就是讲，你的政府采我的政府，比如讲咱拢袂当去补贴，咱的厂商就可以家己去大汉。大家拄着若有冲突的话，咱有签一寡文件，咱会当根据咱本来签的文件，大家来好好讨论，看要怎检查讲是毋是咱有即个贸易的即个冲突，是对一边来讲，大家较对，大家较毋对。但是你讲到石斑鱼，你讲到过去的即个往来，即个真明显来讲，过去咱拢讲咱会当参中国来自由的贸易，但是实际上到即马发生即个事件，即个现主是，咱敢有法度根据着咱过去参中国签的即个文件来讲，咱过去签即个文件，所以你爱照步来啊，无嘛？所以这就是对咱即个自由贸易吼，一个咱会当讲咱是民主国家，咱会感觉讲咱签的法律，咱签的法律文件拢是有效的，但是对着来中国来讲，拢是伊较有效，伊讲的就有效，别人讲的拢无效。所以我感觉这是爱非常细腻的。是。吴教授，拄则咱讲到讲美国的财政部长讲吼，美国对中国用这个关税吼，战略意义较低吼。不过因的调整是做更较严硬的，伊即摆是对去中国投资都爱审查吼，尤其是甲国家安全有关系，就更较爱审查。伊做了遮严硬，吴教授，你感觉中国敢有啥物手路会当来反制，还是讲甲伊对敌？是。我想吼，就是对我主持人嘛有问到这公平贸易的这个部分，所以中国的外交部因就出来讲啊，美国吼是咧制造一个无合理的投资审查，是制造贸易的困难甲障碍。所以咱看来讲，即摆中国吼，即摆就是发现讲美国是咧讲真的，嘛是做真的。所以过去内底吼，真正是全球化的时代内底吼，啥物所在你若劳动力俗。土地俗、环保俗，这厂商就去啥物所在投资。那过去中国就是用这无公平的贸易吼的方式，造成原本照你来讲对自由的迄款误解。
但是咱即摆看到讲中美之间吼，即安尼43%的问题，拢在爱做一个审查。即个部分其实咱来看到讲，过去咱一段时间一直在讲吼全球化，但是即摆有一个反全球化的部分。为什么？比如讲伫疫情的期间，美国要买喙安，结果叫中国人拢买了，所有的喙安生产地拢伫中国。所以伊要买的时阵，伊发现伊无法度买，伊生产内底伊无法度摕到遮关键的物资。所以咱看到讲，其实美国一直在做即件代志，做即件代志有2个好处吼。一个好处就是迄个蔡教授讲的，即美国是先进的，伊要甲全世界讲，我透过即个法案是会当先进的。第2个部分，我是感觉吼，美国嘛是甲全世界讲，对我行有机会，吼，对我行有机会。有啥物机会？在创新法案内底吼，不管是晶片也好 ，AI 也好，能源也好，电子也好，其实伫后一个世界内底吼，咱即摆讲4G 啊、5G 啊，佮往后一个部分的时阵，过去中国拢足会晓讲抄的。你譬如讲，咱有迄款有，咱用 Line 嘛，中国就用微信，啊，咱用迄脸书，啊，因就用人人网。哦，伊就 copy 起来足紧的，但是 copy 了后，伊就要利用这资料，吼，去甲你 copy 更较侪物件。比如讲，咱即摆咱自由世界内底用的 IG， 吼 ，IG， 因用一些小红书内底结合足侪商业的这规则，伊就变做透过这个方式去甲你拗过来的部分。但是即摆美国甲你讲吼，即摆吼毋是干那会当模仿一下，伊爱创新，伊要做标准的迄款制定者。因为过去拢叫中国偷偷甲并过去了，乌怎讲做白，怎讲做乌，所以咱即摆看到讲，像咱中国外交部吼，向要甲这4万字吼，甲写出来，伊就是甲全世界讲吼，遐意识形态这个部分吼，咱莫搁讲啊，但是贸易的部分吼，这咱是会当来合作的。啊，所以咱看到讲美国在迄款趋势吼，种摆出来的时阵，其实伊会看到的是讲，美国吼过去内底对即块无遐尼在意的时阵，其实看到的是讲中国利用民主国家这脆弱的部分去做这偷的情形。所以咱看到讲，其实我是看到这创新法案的背后，美国是要救一个经济，吼，也就是讲有机会，你也愿意投入这后一个阶段咧。咱看到这2党的创新法案内底，伫参议院甲众议院内底，要经过，想爱搁经过1党的时间，因为这是美国要摕钱出来投资的，美国要摕钱出来来徛起的这个部分，所以美国是真正家己摕钱出来讲，毋是讲开别人的钱。所以咱嘛爱看到讲，这是一个商业机会的所在。所以咱嘛爱看到讲，你若要甲刷来甲美国要做生意，因为即摆全世界拢在围堵这中国的所在，机会伫啥物所在？咱嘛拢看到，即摆美国摕伊的方案出来，各个国家拢对着的时阵，你感觉无要去对即度吗？还是讲你要搁继续去趁中国迄款俗的迄款劳动力、俗的土地、俗的这环保这部分，这以后拢行袂通啊！所以我看到的是讲，这创新的法案内底后壁有足大商机，所以咱的政府嘛对调的，对调就是厂商有法度对调的哦。因为你看中国利用石板往来伫卡咱台湾，咱台湾上优秀的是讲啥物晶片啊，这部分，抑个有更较侪应用的这个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讲全世界大家在合作，但是这个合作内底伫自由内底是有法治的，这是上重要一个部分。是讲到救经济吼，咱即马来看一个美国联准会升息的报道。美国联准会伫咧19宣布，即便升息3%，从1994年以来上大升息的幅度了。华尔街即马开始伫咧担心经济走向快速衰退。美国股市伫16开盘了，科技股抑个非必要消费品的类股，拢甲静静啊起爆拖大。中场道琼大盘741.46点，收伫咧29929.31点。是2021年1月以来第一遍爆破3萬大關。We can't negate the impact that Russia's invasion on Ukraine has had, certainly as it relates to energy prices, a key component to these record levels of inflation. But it's that hawkish turn and the uncertainty over what the Federal Reserve may or may not do that has unnerved many investors and caused this pullback in the markets. 道瓊指數伫咧盤中一個卡到2020年12月以來上低點。標準普爾500指數重磅3.25%，
纳斯达克指数收盘也大盘4.08%。伫美国联准会升息3码了，全世界央行也拢开始第一升息，包括台湾、香港、英国拢第一升息。就连瑞士央行拢正意外家己紧缩政策，创最近15年来第一遍的升息。What we saw happen overnight was around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we saw the future markets take a dramatic turn. Interestingly enough, around that same point in time, Switzerland also announced an interest rate hike of 50 basis points and an indication that they may be looking to now sell U.S. stocks off of their balance sheet. I think that was a critical juncture which caused the markets perhaps to turn south. 美国联准会也个大幅度调降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自3月时阵有估计2.8%，下修到1.7%。经济下降有效，因为联准会无顾到一切伫咧打击通膨，一定要付出代价。美国经济衰退机会已经增加到5成。公司新闻陈伟林编写。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美国联准会升息吼，对全世界的影响。因即摆升息是要应对着通货量上的问题。因即马通货量上率是要差不多9成吼，是40当来上悬的一个时刻。即马升息了后，对亚洲的影响，就是讲咱亚洲的股市甲汇市爱就是提防这个起草变歹吼，经济学家嘛讲，若是咱，比如讲咱台湾，还是讲亚洲的国家，若是对较紧，伊的修正就较紧。意思讲，咱的中央银行可能嘛就爱对升息安尼，对美国的股市的影响，经济学家是讲，因有法度安尼来升息，是因为暗示讲美国的经济是有在成长。对高息的货币来讲，美国升息会互国际上的资金吼较美国去。若是投资即款的货币，若是无确保讲一定会趁钱吼，无建议讲搁入场去买，对欧洲的影响。就是讲欧元，还是讲英国钱吼，拢有进一步升息的可能。伊可能会用落价来稳定因的市场。若是讲大宗的商品吼，譬如讲黄豆、小麦、甲番麦吼，拢会落价。原油、黄金吼，对这个美国联准会升息有抵抗力。蔡教授，这看起来实在是足复杂的吼。美国这个升息对咱台湾具体影响会是啥咧？你若要讲美国伊若开始利润吼开始咧量悬的时阵，对咱台湾的影响就是讲，第一点就是讲台湾的即个中央银行吼，伊若利润若救了上慢，美国救了较悬。咱观众朋友会当知影，就是讲美国的即个利润若较悬，台湾的利润若较低，资金就会向即个利率较悬的所在的国家。会流过迄边过，走去美国。对，所以咱的资金就会开始外流。咱的资金若开始外流，就是这个资金怎啊甲咱的台湾钱换成美金，就走出去啊。所以会足侪人甲美金弹出来，甲台湾钱弹出来，所以咱的台票就变了较无价值。所以咱会看到讲，咱伫这段时间以来吼，大家看到讲美国的这个中央银行的因的联准会开始咧甲利率扭悬的时阵，咱的台票的这个绩效就愈来愈歹啊，吼所以咱的台票的绩效若愈来愈歹的话，咱若继续安尼维持落吼，对着咱即马足侪咱要买一寡进口品的这厂商，特别是讲咱有足侪台商倒来咱台湾投资的时阵，因要进口一寡足贵的这机器设备。这机器设备，伊拢需要，咱拢需要对外国进口嘛。人咧付的钱拢付美金嘛。所以你若台票变了较无价值的话，你得爱摕愈侪台票，才会当换到1块美金。成本较悬。对，成本你的进口成本就会量悬起来。当然有的人会感觉讲，这个台票若变了较无价值的时阵，咱咧对咱的出口会较有利。但是对着咱即马咱看到整个全球的经济吼，拢开始有可能咧向下的时阵，其实对着咱台湾的出口嘛，有可能会慢慢会变了较无过去遐好啊。若变了较无过去遐好，这是全世界需求的问题，全世界的需求，因为物价变悬了后，
需求怎啊降落来话，所以这咱的这个台湾钱啦变了较无价值，对着咱的出口帮助嘛有限啦。啊，想到讲，咱这个物价开始起来的时阵，美国的经济大家都会看了较无遐好。主要就是讲吼，比如讲咱若要买一寡日常的用品，是啊，日常的用品咱本来一个月咱就是摕1000块出来买就会使，啊，因为即马物价怎啊起来，咱的观众朋友就爱摕1500块，爱摕1600块。开始出来消费这物件，啊，你一个月向加500、加600出来，你就摆脱掉你对着其他这个非必要的这个用品的这消费嘛，所以就会互整个这个生产怎啊慢慢怎啊降低落来。好，所以这是咱会当看到美国对美国的这个利润啊开始咧升的时阵，对着咱台湾上基本的影响，这是咱会当看到的。好，啊，还有一个上调的，就是讲吼，咱若美国。因为人看到因的物价开始咧起啊，所以人的利率咧起。拄则咱伫节目内底，咱有看到影片啊，都有讲到吼，即件有一个足大的原因，就是讲，因为即个战争的问题，造成着足侪原物料、足侪能源的价格怎啊量起来。即个问题是全球性的，即个问题全球性的，伊背后就是讲，美国会面对的，咱台湾嘛会面对。所以咱台湾若咧升即个利率的时阵，咱袂当甲即个物件怎啊讲？哦，这是因为伫即个成本里面的问题，所以咱会当毋免讲用升利率来对付。啊，目前伫顶礼拜的时阵，咱即个中央银行对着咱即个升即个利率的时阵，就升到半倍尔嘛。啊，美国伫一个共一个差不多的时间升到3倍嘛。所以这两边的利率的即个差距怎啊扭开？扭开对着咱未来台票的即个影响会足大。啊，当然到一个上大就是讲，当即个联准会开始咧甲伊的利率升起来时阵，伊另外一个动作，伊是开始咧甲伊的钱收长。甲伊的钱收长的，以后就是讲，这股市吼，的表现就会愈来愈歹。因为股市本身就是讲，因为你钱有够济，大家拢甲钱投入去股市嘛。即摆你若利率变悬变升，你去摕这资金的时阵，你的成本就变悬啦。你的成本变悬，所以投入这个股市的资金就会变少。所以这股市的指数就慢慢降低落来。是，刘教授，根据蔡教授所讲的，咱嘛看到讲，美国升息了后，台湾的股市连伊落吼。啊，拄则讲到美国要集中选举啊，其实咱台湾嘛是，台湾嘛要进行集中选举啊。啊，即摆股市落物价吼可能会起，这会产生政治的效应，敢毋是？一定有啦，因为对一般人来讲吼，生活的成本，头拄我蔡教授已经讲了，生活成本增加。是。哦，生活成本增加，但是你的这个所谈的无增加，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讲，生活当然拢有一定的困难啦，都无方便。对足好呀人当然是无感觉，但是对较普通的人这个感觉就足强。而且咧，台湾即马疫情还未完全结束，所以足侪这个服务业受到疫情的影响也是有。所以对台湾来讲，这个经济问题可能这个现主时的这个感觉比美国都较强。美国的大企业伊咧科技的这个发展基本上无受什么大影响。也就是讲伊咧足侪好的物件、好的这个公司伊继续趁钱，这个受到全世界影响无大。亲像 AI 啊，这个电动车啊，这种对美国来讲，伊本身技术已经足好的，所以受到这边的这种国际上这个头拄啊，亲像这种石油啊，这个其他物件起价这个影响无大。所以美国的经济长期看起来，我还是感觉较乐观。但是咧，对咱台湾来讲，因为咱台湾这个外靠中国贸易还是投资其实足济。所以咧，咱台湾不只要注意这个美国经济的变化，也要注意中国经济的变化。这对咱台湾来讲，当然，这是一个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这个风险的程度，跟美国是无共。尤其咧，咱台湾的选举，即马今年年底就要开始。假使咧，这个现在的政府，对于这个经济问题、物价的问题，处理的这个动作较慢，互一般人感觉讲生活压力足大，这个我感觉对于台湾未来的政治发展影响足大。台湾的
这个无同的人吼做总统吼，这个伫国会吼，对台湾的运命吼，其实影响是足大。对美国来讲，影响无遐大啦，因为伊是一个稳定的国家。吼，这个选到一个无好的总统、无好的国会吼，上济就是这几项年都是经济可能较歹。吼，但是咧对台湾来讲吼，吼咱是吼这种国家面对的这个威胁甲风险吼，讲实在是比美国较大。是。吼，所以咧，咱爱较注意吼，这个国际上的变化，不只是美国，还包含中国。是。啊，因为中国甲美国对抗，咱台湾夹伫中间吼。啊，美国若好，美国若歹，拢会影响到咱。啊，美国歹，咱会怪政府；中国歹，咱嘛会怪政府。啊，安怎来得到一个平衡？这当然吼，我感觉重点是吼，美国吼，咱甲美国这个经济关系较正常。有啥物问题，咱会当甲美国协商。所以咧，甲美国嘅关系吼发展对台湾吼无啥歹影响。吼，上济就是美国歹，咱对伊歹，这是这个系统，毋是系统嘅问题。